为了响应每一当8月1号由国际所发起的世界肺癌日，台南血液肿瘤卫教协会共同组织伫基美病院来宣导解分，发现相关警讯以及早期用低剂量电脑断层来筛检的重要。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那很多民众呢常常在晚期才被诊断肺癌，那特别是有家族史以及有重度吸烟的民众呢更要小心。那我们今天活动是提醒民众呢，能够参加我们国健署特别为民众免费的这个肺癌的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这个筛检。那透过这个筛检可以找到早期这个肺癌。那肺癌来讲，如果是在早期被发现呢，第一期的肺癌呢，它的治疗成功率可以到90%。宣导会中包括市立病院、柳营、基美病院等等，容易出席，让民众了解肺癌防治的重点，并且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成功案例出面，甲大家分享。这是有点恐惧，是后来经过苏医师的解释之后，我就比较安心，就接受检查。检查之后，顺利的都不在目前已经到下个月就满1年了。也没有做后续的任何的治疗、化疗或吃药，目前只做事后的追踪而已。所以我是希望我的分享能带给更多的患者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响应，嘛邀请现场民众将肺部造型的大纸搭伫健康手，来互相提醒，随时注意家己身体变化。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